今晚呢個故事係我哋早排整理一批舊網絡怪談資料嘅時候，喺一篇匿名口述記錄入面見到嘅。記錄入邊講述者用咗小宋呢個化名。佢話呢件事發生喺自己小學3、4年級嗰陣，雖然已經隔咗好多年，但每次諗翻起當年嗰個同學，佢仍然會覺得有陰影，甚至一度唔敢同年紀比自己細嘅人深交。嗰篇記錄嘅開頭淨係得一句好簡單嘅說話。小學嗰陣，我有個隔離位同學同我講，佢其實已經40歲。第一次睇到呢句，我哋都以為佢只係講下笑，但越睇落去就越覺得唔對路，因為故事入邊嗰個男同學唔係一出場就好恐怖，相反佢好矮，身形又瘦，性格懦弱，講嘢細聲，喺班入邊幾乎冇乜存在感，仲成日俾同學欺凌。而小宋當年只係出於好心幫佢出頭，陪佢玩，慢慢同佢成為朋友。但係奇怪嘅事就係由小宋第一次帶佢返屋企過夜嗰晚開始，嗰晚之後，呢個平時怕醜到連同人對望都會面紅嘅小學生，突然好似變咗另一個人。佢會主動幫小宋阿媽執拾碗筷，會用一種完全唔似細路仔嘅眼神望住大人，甚至會講出一啲同佢年紀完全唔相符嘅說話。直到深夜，兩個細路喺房入邊玩真心話大冒險嗰陣，嗰個男同學拎住一件真絲睡衣，用一把低沉冰冷嘅聲音對小宋講：其實我唔係小學生，我今年已經40歲啦，我睇中咗你阿媽。佢身上有一陣桂花味。如果件事只係去到呢度，最多都只係一個令人非常不安嘅童年怪事。但係真正恐怖嘅地方係第二日開始，嗰個男同學明明已經轉校消失，但係身邊啲人開始陸續見到佢。鄰居話見到佢企喺小宋隔籬，小宋阿媽會無端端準備2份零食，小賣部老闆娘甚至會將第二條腸遞俾小宋身邊一個根本唔存在嘅人，而小宋自己從頭到尾都只係見到一片空氣嘅。今晚午夜怪談要同大家講嘅就係呢篇以小宋作化名，流傳喺舊網絡記錄入邊嘅校園怪談。如果你而家係一個人聽，請你熄咗盞燈，戴好耳機，因為有啲同學畢業之後就再冇見過，但有啲同學可能從來都冇真正離開過。小宋話，隨住年紀越嚟越大，童年好多記憶都已經變得模糊，但係唯獨呢件事，每次一諗翻起都打晒冷震。嗰陣佢大約讀緊小學3年級。有一日咧，班上嚟咗一個新轉校男同學，叫小劉。小劉非常矮，成個人又黃又瘦，望落好似長期營養不良。因為性格懦弱，又唔太講嘢，好快就成為班入邊嗰班壞學生欺凌嘅對象。小宋本身係個心地善良，見到小劉俾人推撞、俾人搶零食，成日都忍唔住企出嚟幫佢出頭。久而久之，小劉咧就變成小宋最忠心嘅跟尾狗。兩個人日日都玩埋一齊。喺小宋嘅印象入面，小劉平時喺學校做乜都好小心，甚至俾人一種連呼吸都驚嘈親人嘅感覺。佢講嘢聲細到好似蚊叫，一同人對望就會面紅。但奇怪嘅係，隨住兩個人越嚟越熟，小宋開始發現小劉有時會表現出一種同齡人根本唔應該有嘅超齡見解。佢識好多小學生根本唔可能識嘅嘢。有時大家喺度討論卡通片，小劉卻會突然講出1-2句關於社會甚至人性嘅深奧評論。佢成績亦都出奇咁好，甚至有一次喺班上發言，因為講得太好，連語文老師都大讚，仲邀請佢加入學校演講隊。不過小劉最後拒絕咗，至於原因冇人知道。當時小宋年紀細，唔識點樣形容呢種感覺，只係覺得呢個好朋友特別叻，特別早熟。直到某個週，冇小宋邀請小劉去佢屋企玩，兩個細路喺客廳打電腦遊戲，玩到太投入，轉眼間天就黑晒。小宋父母好熱情，於是主動開口留小劉，問佢不如今晚留低過夜住一晚。呢個時候，小宋發現咗第一個唔太正常嘅細節。喺嗰個年代，小學生去人哋屋企過夜，正常一定要先打電話返屋企，或者用傳呼機問個屋企人同唔同意。但係小劉聽完之後連電話都冇打，就好自然咁應承咗。嗰種神態就好似佢完全可以自己話事，根本唔需要問任何人。而更加反常嘅係小劉之後嘅表現。一到食晚飯，平時喺學校膽小嘅小劉突然好似變咗另一個人。佢變得非常開朗，甚至有啲反客為主。佢會主動跑入廚房幫小宋媽媽收拾碗碟，一邊洗碗一邊講：阿姨，你辛苦啦，我幫你洗。小宋媽媽攞零食同飲品出嚟嗰陣，小劉亦完全冇咗平時嗰種唔好意思接嘅怕羞，反而大大方方咁接過嚟，甚至主動撕開零食袋先遞俾小宋媽媽，口甜舌滑咁講：阿姨，你食先。
咁小宋媽媽咧嗰陣時30幾歲，保養得非常之好。咁平時同小宋一齊出街咧，成日有人講笑話佢哋似姐弟。小劉望住小宋媽媽，突然講咗一句：阿姨你真係好靚，我屋企有一件真絲睡衣，阿姨你着上去一定特別好睇。呢句說話一出口，坐喺旁邊嘅小宋心入邊即刻覺得怪怪地。一個小學3、4年級嘅男仔點會對同學阿媽講出真絲睡衣呢種說話？實在太違和，太令人唔舒服。食完飯之後呢，小劉同小宋繼續喺房入邊打機。當時佢哋玩緊一隻打僵屍嘅遊戲，玩下，小劉突然停低手上動作，望住個熒幕，好似自言自語，又好似喺問小宋：喂，你知唔知人死咗之後點解個身體會發脹腫起嚟？小宋愣咗一下，仲未諗到點答。小劉已經悠悠咁繼續講：因為靈魂太重，靈魂太重會將呢副皮囊硬生生撐爆。小宋當時年紀細，雖然覺得呢句說話聽落好怪，但係都冇諗太多，淨係當小劉係講緊遊戲入邊啲僵屍。到咗夜晚，小宋媽媽喺客廳不停讚小劉，話人哋成績好，又識得幫手洗碗，把口仲鬼咁甜。轉頭又將小宋鬧咗一餐。小宋心入邊開始出現一種好強烈嘅反感。佢發現只要自己阿媽一出現，小劉就會即刻變成一個完美好學生。用而家嘅講法就係有啲過分綠茶。小宋頂唔順，開始有意無意唔理小劉，想冷落佢。但係小劉呢就好似完全睇唔明人哋面色一樣嘅，仍然堅持要留低過夜。臨瞓前，兩個細路瞓喺房入邊，因為太夜唔可以再打機。佢哋就喺床上玩起類似真心話大冒險嘅遊戲，玩咗幾輪，輪到小劉揀大冒險。小宋想玩呢個黑自己憎嘅綠茶同學，就指住屋企嗰個黑漆漆，平時連自己都唔敢入去嘅儲物房講：你而家一個人入儲物房幫我攞樣嘢出嚟。本來以為小劉會驚會拒絕，點知小劉一口應承就行咗出去。但係小劉根本冇去儲物房啊！過咗一陣，小劉由外邊行返入嚟，手上竟然拎住一件小宋媽媽晾喺露台嘅真絲睡衣。小宋即刻火到嚟，壓低聲音，好嬲咁講：你做乜？你攞我媽件衫做乜？你係咪有病啊？小劉完全冇理會小宋嘅憤怒，只係面無表情咁行到床邊。呢個時候呢，小劉突然間慢條斯理咁開口：頭先你叫我做大冒險，依家我俾你一輪我揀真心話，你可以問我點解要攞呢件衫。小宋當場呆咗，小劉望住小宋，嘴角慢慢勾起一絲詭異，完全唔似細路仔嘅陰險笑容，逐隻字咁講。跟住落嚟我要講嘅全部都係真心話，所以我只係話俾你一個人知，其實我根本唔係小學生嘅，我今年已經40歲，我之所以攞住你阿媽件衫係因為我睇中咗佢。你知唔知你阿媽身上有一陣好好聞嘅桂花味？嗰一瞬間，小宋成個人好似俾雷劈中咁，大腦一片空白，全身起晒雞皮。眼前呢個小劉，眼神呢深邃冰冷，仲帶住一種成年男人先有嘅貪婪同猥瑣。佢根本唔係學校入邊嗰個成日俾人恰懦弱怕事嘅男仔。小宋仲未反應過嚟，小劉已經意味深長咁望咗佢一眼，然後轉身瞓返上床，合埋眼，好似乜事都冇發生過咁。小宋嚇到魂飛魄散，點仲敢同呢個40歲嘅怪物瞓喺同一張床？佢即刻衝出房間，跑入父母房間，硬係瞓喺爸爸媽媽中間捱過咗一晚。第二朝好似乜怪事都冇發生過。食完早餐，小劉提出要走，話父母已經喺樓下等緊佢。小宋父母堅持叫小宋送小劉落樓。小宋雖然極度唔願意，但喺父母壓力之下，只可以硬住頭皮跟喺小劉後面。平時2分鐘就可以行到樓下嘅樓梯，嗰日小宋覺得行得無比艱難。終於行到1樓大門口，小宋鬆一口氣，轉身準備返屋企。點知呢個時候，小劉突然伸出嗰隻又乾又瘦嘅手，捉住小宋手臂。佢靠近小宋耳邊，用一種低沉詭異到令人打冷震嘅聲音講：好啦，咁樣就可以啦。我已經留低咗。講完，小劉鬆開手，頭都唔返咁行入陽光之中。而呢一刻，只不過係小宋長達半年精神折磨嘅開始。自從嗰個週末之後，小劉就冇再返過學校。
小宋去問班主任，老師只係話小劉屋企人工作有變動，所以臨時辦咗轉學。小宋去問身邊嘅同學同鄰居，大家都話唔知道小劉去咗邊。照道理呢個令佢討厭又令佢恐懼嘅人走咗，小宋應該開心先啱啊。但係奇怪嘅係，跟住落嚟大半年，小宋身邊開始頻頻發生一啲極之抽象、令人毛骨悚然嘅怪事。有一次，小宋落樓嘅時候，遇到隔離屋嘅鄰居阿姨，小宋好有禮貌咁同阿姨打招呼，阿姨亦都笑住回應。但係莫名其妙地，阿姨行過小宋身邊之後，又突然擰轉頭，對住小宋身旁空無一物嘅位置講：你好啊，今日又同同學一齊出去玩啊？小宋呆咗咁問：阿姨，你同邊個講嘢？呢度得我一個人。鄰居阿姨即係一臉奇怪咁望住佢。你講咩啊？你身邊唔係企住嗰個好鑊着住你哋學校校服嘅男同學咩？你哋啱啱唔係一齊落樓咩？小宋聽完嚇到塊面即刻白晒，即刻跑走。類似嘅事唔止發生過一次。有一次，小宋媽媽喺客廳整理零食，突然莫名其妙攞咗2份蛋糕出嚟，對住房間叫：小宋，今日點解又帶小劉返嚟玩啊？頭先我仲見到佢企喺客廳，點知一轉眼就唔見咗。快啲叫佢出嚟食蛋糕啦！小宋喺房入邊聽到全身打冷震，因為佢成日都係自己一個人喺房，根本冇帶任何人返屋企。仲有一次，小宋去校門口小賣部買香腸，老闆娘收咗錢之後，笑住咁直接遞俾小宋2條香腸，仲指住小宋身邊空蕩蕩嘅位置講話：攞呢條俾你身邊嗰個瘦猛猛嘅同學食啦，佢咁瘦真係要食多啲。小宋望住自己空無一物嘅空地，震住咁問：老闆娘，得我一個人咋？你見到邊個啊？老闆娘呆咗一下，帶住疑問咁講：奇怪，頭先明明見到有個着校服嘅細路企喺你側邊，一直望住啲腸仔，點解轉眼就唔見咗嘅？呢種如影隨形嘅恐怖感，令年幼嘅小宋每日都活喺極度驚恐之中。佢終於明白小劉臨走之前嗰句我已經留低咗到底係咩意思。嗰個40歲嘅小劉雖然肉身轉學走咗，但佢似乎用咗某種邪門方法，將一個睇唔見嘅影子寄生喺小宋身邊。到咗係天，北方嘅秋天好凍，當時小宋屋企冇裝暖風機，沖涼嗰陣屋企人總係叫佢先開熱水，等浴室充滿熱蒸氣暖咗先入去沖。嗰日小宋照做，等到浴室玻璃門蒙上一層厚厚白霧之後，佢先除衫行入去沖下。小宋突然感覺到一陣刺骨寒意，明明熱水一直淋喺身上，但係嗰種凍唔係由皮膚傳嚟，而係由骨髓深處慢慢滲出嚟。佢下意識擰轉頭望向浴室嘅磨砂玻璃門，只見喺白霧彌漫嘅玻璃門上，竟然赫然出現咗2個清晰嘅腳印。呢個係人類赤腳踩喺玻璃上留下嘅印記，甚至連5隻腳趾都睇得一清二楚。緊接住喺熱水聲音之中，小宋耳邊再次響起嗰把熟悉陰沉帶住成年男人磁性嘅聲音：你睇，我真係留低咗。小宋大腦一陣缺氧，眼前一黑，直接喺浴室入邊暈咗。等佢再次醒返嘅時候，已經瞓咗喺床上面。媽媽坐喺旁邊有啲好笑咁望住佢：你呢個細路身體點解咁差？沖個涼都可以暈低，係咪平時食得太多啊？小宋望住媽媽，一句說話都講唔出。佢唔敢將呢件事話俾任何人聽，尤其係媽媽，因為佢好驚一旦自己講出口，嗰個40歲嘅怪物真係會將媽媽帶走。1星期後某個深夜，小宋因為飲得太多水，半夜起身去廁所。咁當佢摸黑行到客廳嘅時候呢，發現餐台旁邊坐住一個身影，係媽媽。但係詭異嘅係呢，當時正值深秋，屋企又冇開暖氣，氣溫好低，但媽媽身上竟然着住一件小宋從來冇見過非常暴露嘅真絲睡衣。媽媽就咁靜靜坐喺黑暗之中，小宋嚇到完全唔敢出聲，只可以扮睇唔見。佢上完廁所之後即刻衝返入房。第2日，小宋決定要自救。雖然佢年紀細，但係佢睇過一啲靈異故事，知道鹽可以辟邪。嗰晚佢偷偷攞咗屋企一成袋食鹽，喺屋企大門口撒咗一圈，又喺每一道房門前面撒咗一小撮。本來以為會俾父母鬧浪費，但奇怪嘅係父母放工返嚟見到地下啲鹽，竟然乜都冇講。
甚至好似默許咗小宋咁做。講起嚟都怪，自從殺咗嚴之後，嗰啲詭異嘅寄生異象就再冇發生過。而家小宋已經40歲，30年過去呢，佢再冇見過小劉。但係呢個童年噩夢為佢留低咗一世都擺脫唔到嘅後遺症。呢30年嚟，佢從來唔敢識任何年紀比自己細嘅朋友，因為每當佢見到啲年幼瘦小嘅小朋友啦，腦海入邊呢就會浮現出嗰個企喺黑暗之中，着住校服但用40歲男人語氣講嘢嘅同學。今晚小宋呢個故事去到呢度就暫時告一段落㗎。原本嗰篇匿名記錄最後冇交代嗰個男同學後來去咗邊，亦冇講小宋有冇再見過佢，只係留低咗一句說話：自從嗰件事之後，我唔敢再同年紀比自己細嘅人做朋友。呢句話聽落好平淡，但係其實比任何恐怖畫面都更加令人唔舒服㗎。因為真正嘅陰影往往唔係當時嗰一下驚嚇，而係好多年之後，你以為自己已經忘記，但某一日當你聞到某陣味，見到某個身形，聽到某把聲音，嗰件事就會突然喺你腦入邊重新浮現。咁到底小宋當年遇到嘅真係一個早熟到離奇嘅小學生，定係某種借住小朋友外表混入人群入邊嘅嘢？又或者佢講嗰句我已經留低咗，根本唔係嚇小宋，而係一句已經完成嘅通知？呢啲問題可能永遠都冇答案。咁但係如果你都曾經喺學校、宿舍、補習社、舊屋或者童年生活入邊遇過一啲到而家都解釋唔到嘅怪事，歡迎喺留言區講低，唔需要寫得好誇張。有時越平淡、越生活化嘅經歷，反而越令人心寒。如果你中意今晚呢類校園怪談、都市傳說、民間奇聞同真實感靈異故事，記得幫午夜怪談做齊 CLS。午夜怪談會繼續喺每一個深夜為你整理更多流傳喺民間、校園、舊討論區同城市角落入邊嘅怪談故事。多謝你今晚聽到最後。臨瞓之前，如果你突然聞到一陣淡淡嘅桂花味，唔好諗太多，亦都唔好望向你身邊。午夜怪談晚安。